有人甲咖喱戏叫做是戏组，咱来看这家己内骹有一个咖喱戏剧团，内面的成员平均起来拢是差不多80岁左右。当面对着这人口老化危机，烦恼讲这机构无人来传承。三麦堂表演艺术团队就甲因合作，布袋戏甲咖喱戏做伙来演出，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到这项技艺。我是来互大家机会发财啦！大声的布袋戏红仔，甲细声的咖喱红仔做伙表演，特殊的表演节目，请真侪经过的民众来看。三麦堂表演艺术团队伫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红仔技艺艺术活动，今年佫专工邀请咖喱红仔的团队来做伙展览甲表演。阮即届完全就是大纲无剧本，现场互布袋戏甲咖喱红仔做伙会当及时互动演出，咱用创新好耍的形式，互大家了解原来布袋戏是安尼，咖喱红仔是安尼，有想要学，大家就做伙来学，甲传承落去。这个咖喱红仔的团队内底成员平均拢有80岁以上，为着要保存这个技艺，三麦堂就配合嘉义大学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。阮教学生来练咖喱红仔，嘛要替因来编剧，甲三麦堂做伙演出。集当来本来10几个成员都因为老化的关系，即马加蹲6个成员。6个成员若是有一个破病，都无法度演，所以因的剧团有迄个危机，阮伫遐出入，看到有这个危机，想要帮忙社区去发展，继续发展，嘛传承这个文化。阮以后会使更较去甲因接触，安尼会使去学到因做这动作，伊的经验，还是伊的整个学的生态，安尼拢无共款。我想要去甲因学习，安尼。三麦堂表示，红仔的艺术文化毋若干那布袋戏的红仔，即届活动甲展览会一直到初8，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，互民众会当先认捌，豆豆发介意了后，才有法度互在地技艺有传承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